各位街坊，最近放工行過街市或者屋村商場，有冇發現總有一間綠色招牌，大大個玻璃窗俾你睇住入面啲姐姐即包水餃嘅鋪頭，好似細胞分裂咁開到周圍都係？冇錯，就係嗰間叫元記雲餃嘅內地過江龍。呢陣子香港飲食業日日都話步入寒冬，執笠潮一波接一波，但係偏偏呢間嘢就逆市大瘋狂，開完一間又一間，簡直好似攞住部推土機咁橫掃全港，搞到本土好多傳統麵檔同埋街市水餃檔都人人自危。大家都喺度諗，到底呢隻過江龍憑咩可以喺香港呢個租金貴到飛起、人工又高嘅地方，賣到平一平都仲可以賺大錢，甚至將成個香港食肆生態圈震到啪啪聲。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呢間元記雲餃背後到底用咗邊兩招殺人技，將香港人嘅心理同埋飲食習慣食到死一死。睇完你就明白點解佢可以平到你唔信，但係又偏偏令到你啲銀包頂唔順，要乖乖交錢。講起呢間元記，其實佢喺內地一早已經係個巨無霸，分店開到成幾千間，但係嚟到香港，佢面臨嘅挑戰完全係兩回事。香港人出名嘴刁，而且對內地品牌多多少少都有種觀望態度。點知佢一落腳，完全冇打算同你慢慢磨，而係用咗最震撼、最直接嘅方法插入香港市場。你行過佢門口，最吸引你眼球嘅絕對唔係咩好華麗嘅裝修，而係嗰個完全透明嘅大玻璃，入面坐住三四個甚至五六個阿姐，着住乾乾淨淨嘅制服，戴住口罩，對手好似摩打咁不停咁包。呢個就係佢哋最勁嘅第一招殺人技，明檔現包嘅心理戰術。好多人以為呢個明檔只係一種噱頭，但其實入面包含咗極之深奧嘅消費者心理學。依家邊個香港人唔注重食品安全？大家平時去超市買啲急凍水餃，返到屋企煮出嚟，總覺得成陣蒜味，又或者覺得啲肉唔知放咗幾耐。元記就係捉到你呢個心理漏洞，佢將成個廚房最核心嘅部分直接搬到最前線，俾你親眼見到個餡係新鮮嘅，啲皮係啱啱出嚟嘅，個阿姐用緊嘅手法同你老媽子喺屋企包水餃一模一樣。喺呢個時候，你大腦入面嗰個防線就會即刻崩潰，你會自覺覺得話呢間嘢好新鮮喎，現做現賣，實冇添加劑啦。而且呢個明檔最收買人心嘅地方，係創造咗一種好強烈嘅煙火氣。喺香港呢個節奏快到令人窒息嘅都市入面，大家都好懷念以前街市那種人情味同埋即叫即做嘅新鮮感。元記將呢種傳統街市嘅溫情，用現代化、標準化嘅包裝重新包裝一次，擺喺冷氣大商場或者乾淨企理嘅鋪面度。你睇住啲姐姐喺度好純熟咁捏下，一個個肥嘟嘟、飽滿到好似元寶咁嘅水餃就排到整整齊齊。呢種視覺衝擊，對於行完一日夜班，個肚餓到咕嚕咕嚕叫嘅打工仔嚟講，簡直係一種無形嘅催眠。不知不覺就會行埋去問一句：今日有咩款啊？但係如果單靠明檔包水餃，香港其實一早就有好多老字號都做緊。點解偏偏係元記可以做到好似海嘯咁席捲全港？呢度就涉及佢哋最核心，亦係最令同行絕望嘅第二招殺人技，極致嘅供應鏈同埋顛覆性嘅定價策略。大家不妨諗下，喺香港食碗雲吞麵或者水餃麵，依家基本上都要40幾至50幾蚊，如果去到啲好出名嘅老字號，分分鐘要60幾蚊。但係元記一嚟到，佢主打生水餃外賣，幾十蚊就有一大盒，平均計落去2、3蚊就有一隻大水餃。如果你揀喺佢度堂食，30幾蚊就有一大碗，仲要大大隻，皮薄餡靚。呢個價錢喺今時今日嘅香港，簡直好似時光倒流返去10幾20年前咁。好多人一睇到個價錢，第一個反應係有冇搞錯啊？咁平？佢點賺錢啊？會唔會是用啲劣質肉啊？
呢度就係大家低估咗一間擁有幾千間分店嘅連鎖巨頭嘅實力。元記之所以能做到咁平，完全唔係因為佢用劣質材料，而係因為佢背後嗰套好似怪獸咁強大嘅中央廚房同物流系統。佢哋將所有原材料，好似豬肉、蔬菜、麵粉，全部做到了源頭採購，數量係以萬噸嚟計算。你想想，一個全中國有成幾千間分店嘅品牌，同一個喺香港得一兩間鋪頭嘅本地小店，去同供應商攞貨，個議價能力差咗幾千倍。元記用極低嘅成本攞到優質嘅原材料，然後喺佢哋嘅中央工廠進行標準化加工。好多人以為現場包就等於全手工現場製作，其實呢度有個好大嘅誤解，亦係元記最聰明嘅地方。佢哋啲水餃餡其實一早喺中央廚房用精準嘅比例調配好，包括肥瘦肉嘅比例、調味料嘅份量，甚至連菜汁嘅排水量都用機器計算到清清楚楚。然後呢啲調配好嘅餡料同埋一早壓好嘅水餃皮，會用冷鏈物流，每日定時定候直接送到香港每間分店。換句話說，現場嗰啲阿姐，佢哋唯一需要做嘅動作，就係將個餡放落塊皮度，然後捏埋佢。佢哋唔需要識得點樣調味，唔需要去街市揀韭菜，更唔需要斬肉。咁樣做有咩好處？第一，確保咗每一間分店，每一隻水餃嘅味道係100%一模一樣。你喺旺角食到嘅韭菜鮮肉餃，同你喺元朗或者屯門食到嘅味道唔會有絲毫分別。第二，亦係最恐怖嘅一點，佢將對人手技術嘅依賴降到最低。喺香港做餐飲，最頭痛嘅一定係人工貴同埋請人難。你想請個師傅返嚟調味、斬肉、包餃子，一包包幾十年嗰種老手，人工冇2-3萬邊度請到？而且呢啲老手仲會有脾氣，萬一佢今日心情唔好，調味落多咗鹽，間鋪嘅招牌就咁就被砸爛。但係元記呢套模式，佢請返嚟嘅阿姐，只需要接受幾日嘅短期培訓，練熟個包餃子嘅手勢，就可以即刻上崗。對於鋪頭老細嚟講，這意味着人力成本大幅下降，而且人員流動對鋪頭嘅營運完全冇影響。佢將最貴嘅工序留喺內地成本極低嘅中央廚房做，將最重複、最機械化但又最具有表演性質嘅包餃子過程擺喺香港分店做。呢種將工業化同手工感完美結合嘅手段，簡直係降維打擊。而且元記最絕嘅一招，係佢行生熟聯動嘅模式。香港大部分傳統麵檔都係主打堂食，你想買生水餃返屋企煮，佢哋可能要另外用個膠袋裝俾你，個價錢亦唔會平得去邊。但係元記唔同，佢嘅鋪面設計最大嘅面積係留俾生水餃外賣櫃台。你行過門口，會見到一盒盒包裝得好精美、好乾淨嘅生水餃擺喺冷櫃度，任君選擇。呢個策略完全擊中咗香港依家最流行嘅住家飯同帶飯文化。依家經濟環境一般，好多家庭主婦或者後生仔女放工都想慳得就慳，唔想天天喺外面食幾十甚至100-200蚊一餐。買一盒元記生水餃返屋企，放落滾水度煮幾分鐘就搞掂，有肉有菜有澱粉，一餐豐富嘅晚餐不用50蚊就解決咗全家人，仲要覺得自己食得幾健康。對於元記嚟講，賣生水餃嘅利潤甚至高過堂食，因為生水餃賣完你就走，完全不佔用鋪頭嘅座位，不需要洗碗，不需要提供服務，翻台率係無限大。當你將堂食嘅人流加上買生水餃返屋企煮嘅龐大人流結合埋一齊，元記每間分店嘅平效，即係每尺地方可以賺到嘅錢，高到令傳統餐飲同行想喊。傳統麵檔一到下晝3-4點非繁忙時間，成間鋪基本上係靜悄悄，員工喺度拍烏蠅，但係人工同租金每分每秒都喺度計緊。但係元記就算喺非繁忙時間，
依然會有大量行完街市嘅師奶或者放學嘅學生去外賣櫃台買盒生水餃返屋企準備做晚餐。佢哋嘅營業額可以從朝早8點一直源源不斷咁賺到夜裏10點，完全冇冷場。講到呢度，可能好多本地嘅餐飲業老闆會覺得好唔甘心，覺得呢啲過江龍純粹係靠資金雄厚、靠規模效益嚟欺壓本地小店。但係我哋如果理性啲、客觀啲去睇，元記之所以能喺香港成功，除咗佢背後強大嘅資本同供應鏈之外，最重要嘅係佢對香港市場做咗非常深度嘅本土化改進。大家如果有留意，內地嘅元記其實主要係賣水餃，口味好多時都偏向北方或者江南風味。但係當佢哋決定進軍香港嗰陣，佢哋並冇將內地那一套死板板咁搬過嚟。佢哋知道香港人最鍾意食嘅、最代表香港情懷嘅，其實係鮮蝦雲吞。所以佢哋來到香港之後，大力推廣佢哋嘅鮮蝦蟹子雲吞同埋鮮蝦韭黃水餃。佢哋用嘅蝦仁大大隻、爽口彈牙，完全符合香港人對一碗高質量雲吞嘅要求。佢哋甚至連湯底都做咗調整，加入咗更合香港人口味嘅大地魚同埋蝦殼去熬製，務求令到你飲落去嗰啖湯，覺得同喺普通茶餐廳或者傳統細蓉麵檔飲到嘅冇乜分別。呢種對市場嘅敬畏同埋靈活變通，先至係最恐怖嘅地方。一隻擁有無限資金同完美供應鏈嘅大怪獸不可怕，可怕嘅係呢隻怪獸仲比你更了解你本地嘅消費者，比你更願意放低身段去迎合市場嘅口味。面對咁樣嘅強敵，香港本土嘅食肆到底要點樣生存？呢個係依家好多人都在思考嘅問題。好多老字號成日覺得自己有幾十年歷史，靠住祖傳秘方就可以一朝鮮吃遍天。但係現實係殘酷嘅，當新一代嘅消費者成長起來，佢哋可能對你所謂嘅幾十年情懷冇乜概念，佢哋更在乎嘅係你間鋪頭乾唔乾淨，你啲嘢食新唔新鮮，你個價錢值唔值呢個數？元記雲餃嘅出現，其實係幫成個香港餐飲業上一堂好生動，亦好殘酷嘅課。他話俾所有人聽，依家嘅餐飲業已經唔再係以前那種靠一個大廚師、一間小鋪頭就可以打天下嘅時代。現代餐飲業拼嘅係綜合實力，係一場關於供應鏈優化、成本控制、消費者心理學以及品牌營銷嘅立體戰爭。當然，這係咪代表香港本土嘅水餃麵檔就一定會被趕盡殺絕？那又未必。元記雖然平、靚、正、快，但係它本質上依然係一種工業化、標準化嘅產品。當你追求極致嘅標準化，你就必然會失去咗一種獨特性。好似香港有啲幾十年歷史嘅清湯腩店，或者手工竹升麵店，佢哋每一碗麵、每一件牛腩，都包含咗師傅根據當日天氣、濕度去調整嘅手工溫度。那種帶有一點點不完美，但又極具個性嘅味道，係中央廚房永遠都複製唔到嘅。所以元記橫掃全港，震盪咗成個食肆生態，但同時亦係在迫使香港本土嘅餐飲業去行一條更精緻、更具差異化嘅線路。如果你想同元記拼平、拼速度、拼分店數量，你簡直係拿條雞蛋去撞嚿大石頭，死路一條。但係如果你能將自己嘅特色做到極致，做到全香港只有你呢度先食到呢個味道，那無論過江龍有多厲害，你依然可以擁有一批死忠嘅擁躉。無論點樣講，對於我哋呢啲普通消費者、各位街坊嚟講，有更多嘅選擇，有更具競爭力嘅價錢，點都係一件好事。尤其係依家荷包縮水嘅日子，可以用30幾40蚊就食到一餐飽肚、新鮮、味道又唔錯嘅飯，確實係幫好多人解決咗生活上嘅小煩惱。元記雲餃嘅殺人技確實犀利，他用名檔現包贏得咗信任，
用極致供應鏈贏得咗市場。呢場香港飲食業嘅大震盪，老實講，先至啱啱開始，未來仲會有更多唔同嘅過江龍湧入嚟。我哋作為食客，最緊要就係繼續保持挑剔嘅條理，邊個做得好，邊個對消費者有誠意，我哋就用自己嘅銀包去支持邊個。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優勝劣汰，唯有真正用心做好食物，了解客人口味嘅人，先可以喺呢個浪潮入面屹立不倒。大家平時去廣州飲茶，最鍾意食啲咩？係一咬落去就爆汁嘅蝦餃，定係蒸到啱啱好入口即化嘅豉汁排骨？不過唔知大家近年有冇一種感覺，就係無論去到邊間酒樓，啲點心嘅味道好似一模一樣咁，總係少咗以前嗰種新鮮出爐、師傅即叫即做嘅人情味同鮮味。冇錯，呢個就係大家近年成日聽到嘅預製菜，亦即係我哋俗稱嘅料理包或者速凍點心。不過各位香港嘅茶友注意啦，廣州最近出咗一招非常之狠嘅新政策，正式開始大力整頓呢個早茶市場，直情要令到呢啲偷工減料嘅預製菜冇得留低。如果你嚟緊都計劃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北上嘆茶，今日呢條片你真係一定要由頭到尾睇到實，因為成個廣州嘅飲茶生態已經發生緊翻天覆地嘅改變，一唔小心你可能就會踩中盲點。講起廣州嘅早茶文化，真係有好多歷史同講究。大家知唔知廣州人講嘅一盅兩件，其實已經流傳咗好多年。由以前清朝咸豐同治年間，即係成百幾200年前開始，廣州就已經有二離館呢類俾打工仔歇腳、飲茶食點心嘅地方。去到今時今日，飲茶已經唔單止係填飽個肚咁簡單，而係一種生活態度，一種社交方式。好多香港人，特別係長輩，可能由10幾20歲開始，每逢放假就最鍾意返廣州飲茶。以前交通冇咁方便，可能一年先返去1、2次，但而家有高鐵，有深港通，有港車北上，由香港出發去廣州，快嘅話1個零鐘頭就到，方便到好似去隔壁屋村一樣。所以每逢星期六日或者公眾假期，廣州各大老字號酒樓門口，總會見到一大班講廣東話、手拿香港身份證嘅街坊排緊隊。但係隨着北上飲茶嘅香港人越嚟越多，大家嘅要求亦都越嚟越高。以前大家返到廣州，覺得只要價錢平、份量足就已經好滿足。但慢慢地，好多精明嘅香港食客就開始發現唔對路。點解以前啲鳳爪蒸出來係皮肉分離、骨都有味，而家食落去好似橡膠咁，而且陣雪味重到要用好多醬汁去遮掩？點解啲燒賣層皮好似擺咗好耐咁，乾爭爭，入面嚿肉又霉又無彈性？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預製菜嘢嘅禍。近年隨着中央廚房同埋冷凍技術嘅發展，好多大型連鎖酒樓為了慳成本、追求效率，紛紛將手工點心換成工廠批量生產嘅預製點心。呢啲點心喺工廠做完之後，零下幾十度急速冷凍，然後用貨車運到去各大酒樓嘅廚房。等客人落單嘅時候，廚房阿叔只需要撕開個包裝袋，放落去個蒸籠度熱反幾分鐘，就可以端上台。成個過程根本唔需要咩點心大師傅，甚至連一個有幾年經驗嘅廚房幫工都唔使。咁樣做，酒樓嘅成本係降到好低，但代價就係犧牲咗早茶最核心嘅靈魂，即係現做現蒸嘅鮮味。好多香港人北上飲茶，本身就係追求緊嗰種喺香港已經好難揾到嘅即叫即做手工藝。如果上到廣州，使咗幾百蚊車費，排咗成個鐘頭隊，最後食到嘅居然係同超市買返嚟放喺微波爐叮熱嘅速凍食品一模一樣嘅嘢，試問邊個會心甘情願？好多網民甚至喺網上怨聲載道，話呢啲預製菜直情係摧毀緊傳統嘅粵菜文化。
正正係因為消費者嘅反對聲音越嚟越大，加上廣州作為食在廣州嘅發源地，當地政府同埋餐飲行業協會終於意識到事態嘅嚴重性。如果任由預製菜繼續泛濫，廣州百年來建立嘅美食金字招牌就會被徹底破壞。於是，廣州最近終於重拳出擊，頒布咗一系列被形容為歷史上最嚴厲嘅飲茶新規，誓要整頓成個早茶市場。呢個新規最狠嘅地方，就係引入咗消費者知情權同埋明碼標籤嘅制度。簡單嚟講，由而家開始，廣州所有提供早茶點心嘅餐飲企業，必須喺菜單上面清清楚楚咁標明，邊一隻點心係由師傅喺廚房即場手工製作，邊一隻點心係採用中央廚房或者第三方供應商嘅預製菜。如果酒樓用咗預製菜，但係無喺菜單或者店內顯眼地方向公眾公示，一經查實，將會面臨非常高昂嘅罰款，甚至會被勒令停業整頓。呢一招真係打中咗好多不良商家嘅七寸。以前好多酒樓之所以敢用預製菜，就係賭消費者食唔出，或者覺得消費者無證據。而家新例一出，所有嘢都要攤晒出嚟曬太陽。你可以想象一下，當一個阿伯去到酒樓，打開張點心紙，見到蝦餃後面寫住工廠預製，而旁邊嘅叉燒包就寫住現場即製，消費者自然會用腳投票。除咗要明示之外，新政策仲對純手工現做嘅酒樓給予咗好大嘅政策扶持同認證。廣州餐飲協會開始向一啲堅持傳統工藝、全店點心都係即場製作嘅老字號同埋優質酒樓，頒發官方認證嘅純手工點心示範店標誌。呢個標誌好似美食界嘅米芝蓮咁，擺喺門口清清楚楚，等啲好似我哋咁，特登由香港上去揾好嘢食嘅人，一睇就知邊間先係真材實料，唔使再驚踩雷。好多行內人透露，呢個政策一出，廣州好多餐飲巨頭都震晒，因為要將預製菜改返做現場手工做，成個廚房嘅架構、人手配置以至成本控制都要重新洗牌。你要知道，請一個有20-30年經驗、懂得由面皮、包蝦餃、調配肉餡嘅點心大師傅，每個月嘅人工分分鐘要成萬幾2萬蚊人民幣。而且一個大師傅一粒鐘最多只能夠包到100-200粒蝦餃，但係工廠嘅機器一粒鐘就可以生產幾萬粒。所以呢次整頓真係逼緊一啲只想賺快錢嘅商家，將利潤套返出嚟，將焦點放返喺食物嘅質素上面。對於我哋呢班經常北上嘆茶嘅香港人嚟講，呢個絕對係天大嘅好消息。以前去廣州飲茶，真係好似鋪鋪清咁，全憑運氣。有時網上睇到某個網紅推介，話邊間酒樓嘅燒賣好食，興高采烈咁去到，結果食落口死實實，一陣雪藏味，成個心情即刻沉晒。而家有咗呢個新規，大家北上嘆茶嘅時候，就可以多咗好大嘅保障。不過新規出台之後，大家去廣州飲茶嘅時候，都有幾點係一定要特別留意嘅，呢個亦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北上嘆茶實用攻略。首先，大家要調整好自己嘅心理預期，特別係關於價錢同等候時間呢兩方面。大家要明白一個好簡單嘅經濟學原理：天下間無免費嘅午餐。既然政府逼緊酒樓做返純手工即製點心，咁即係話酒樓嘅人力成本一定會大幅度上升。所以如果你之後去到廣州，發現一啲堅持純手工製作嘅點心，價錢比以前貴咗1成至2成，千萬唔好覺得奇怪，亦唔好覺得係酒樓無故加價，因為呢個差價其實係去咗補貼師傅嘅工錢，同埋購買更優質、更有鮮味嘅新鮮食材。以前一籠蝦餃可能賣20幾蚊人民幣，如果佢係真手工用鮮蝦做嘅，而家可能要賣到30幾甚至40蚊。但我相信，對於真正追求美食嘅香港人嚟講，只要味道對得住個價錢，
多俾少少錢絕對係心甘情願。另外就係時間問題，預製菜最大嘅優點係快，由落單到上台可能只需要5分鐘。但如果你去一間標榜即叫即蒸嘅純手工點心店，你就一定要有心理準備要等。特別係好似腸粉、生滾粥或者一啲需要長時間維持火候嘅蒸籠點心，當全場爆滿嘅時候，等上半個鐘頭甚至45分鐘先上第一道點心，係絕對有可能發生嘅事。所以大家之後去廣州飲茶，千祈唔好行色匆匆，唔好將行程排得太密，要好似廣州本地嘅老街坊咁，先開一壺好茶，叫一碟花生或者瓜子，慢慢傾住計，睇住報紙或者玩住手機，平心靜氣咁等待美食嘅降臨。呢個等嘅過程，其實亦係早茶文化中好重要嘅一部分。第二個攻略就係要學識點樣睇點心紙同埋同服務員溝通。雖然新例規定要明示，但有啲商家可能會玩字眼遊戲，例如佢可能唔會寫預製菜，而係寫中央廚房統一配送或者標準化出品。大家見到呢類字眼嘅時候，就要打醒12分精神，因為呢啲基本上就係預製菜嘅代名詞。如果你真係好想食手工嘢，最直接嘅方法就係落單之前問一問負責你嗰張台嘅侍應阿姐。你可以用純正嘅廣東話問佢：靚姐，今日邊幾款點心係師傅喺後面即包即蒸㗎？通常呢啲老牌酒樓嘅街坊侍應都好老實，見你係香港嚟嘅熟客，好大機會會細聲話俾你知邊啲係先貨，邊啲係貨尾。第三，大家要學識用自己嘅眼同條脷去分辨，就算有政策監管，自己都有需要具備一啲基本嘅鑑賞能力。例如蝦餃，真手工包嘅蝦餃，層皮係應該白淨、半透明，帶有少少韌性嘅，你隱隱約約會見到入面粉紅色嘅蝦肉。而且手工包嘅蝦餃，上面嘅折紋通常都好有層次，一般都有10個折以上。相反，機器做嘅預製蝦餃，個外形通常完美得好唔自然，每粒嘅形狀、大小，連個折紋嘅弧度都一模一樣，但係層皮食落去往往會有一種死實或者好粉嘅感覺。再拿牛肉丸嚟講，新鮮現場打嘅牛肉丸，入面應該會加咗陳皮同埋馬蹄，咬落去係有肉汁噴出嚟，而且帶有肉類天然嘅鬆軟同埋彈性。如果係預製嘅牛肉丸，為咗可以保存得耐，通常會加咗好多澱粉同埋添加劑，食落去嘅口感會好似食緊塑膠丸或者貢丸咁，完全冇牛肉本身嘅鮮甜。講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會問，咁廣州而家係咪所有酒樓都已經全面實行緊手工制呢？其實成個行業嘅轉型係需要時間嘅。目前廣州嘅餐飲市場大致可以分為3大陣營。第一類係一啲非常有堅持、家底厚嘅傳統老字號，例如泮溪酒家、陶陶居嘅老店，或者廣州酒家嘅部分高端分店。呢類酒家為咗維持自己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聲譽，不惜成本都會堅持手工製作。去呢啲地方食飯，雖然價錢會貴少少，排隊排得耐少少，但係基本上係信心嘅保證。第二類係一啲新派嘅手工點心專門店，呢類鋪頭近年喺廣州好似雨後春筍咁開到周圍都係。佢哋通常會用全透明嘅玻璃開放式廚房作為賣點，等食客可以清清楚楚咁睇到幾名點心師傅喺入面即場揉麵粉、包點心、拉腸粉。呢類鋪頭主打年輕人市場，出品通常比較有創意，而且因為睇得到個製作過程，令人食得非常放心。去呢類鋪頭最適合一啲追求時尚、想試新口味嘅香港後生仔女。第三類就係一啲平民化、走大眾化路線嘅中小型酒樓，或者一啲主打外賣嘅連鎖點心鋪。
呢類地方因為要維持極低嘅售價去吸引街坊，在成本壓力之下，依然會比較依賴預製菜。不過喺新規之下，佢哋都開始要喺價錢牌或者餐牌上標明。如果你預咗今日只係想隨便食餐便飯，唔係追求極致嘅美味，而你又接受到預製菜嘅味道，咁呢類鋪頭其實依然係一個性價比好高嘅選擇。最重要係大家消費得清清楚楚，無被欺騙嘅感覺。其實廣州今次出狠招整頓早茶市場，對於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嘅飲食文化發展，都有一個好大嘅啟示作用。大家都知道，香港近年亦面對緊餐飲業人手短缺、成本高企嘅問題，好多茶餐廳同酒樓亦開始無奈地引入預製菜。廣州今次嘅做法，無疑係為成個行業樹立咗一個榜樣。科技同效率固然重要，但係傳統文化嘅根基同埋對食物品質嘅堅持，先至係一個城市最強大嘅軟實力。透過今次嘅政策，廣州向所有人展示咗，早茶唔單止係一門生意，更是一項需要被保護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每一個點心師傅將自己幾十年嘅功力、手指嘅溫度，透過一油一鎳融入到一粒蝦餃入面嘅時候，嗰種風味係任何冷冰冰嘅先進機器、任何精準嘅科學公式都無法複製出嚟嘅。所以各位香港嘅街坊，下次當你哋坐高鐵或者開車北上到廣州，行入去一間茶樓嘅時候，不妨放慢你嘅腳步。當你見到張點心紙上面寫住手工現做，當你見到個蒸籠冒出嚟嘅白煙帶有淡淡嘅麵粉香同肉香，當你食到第一口充滿層次感嘅點心嘅時候，請記住，呢個味道得來不易。呢個係廣州無數個點心師傅每日凌晨3、4點就起床辛勤工作嘅成果，亦係當地政府同埋餐飲業努力對抗商業化、堅持守護傳統文化嘅成果。希望大家喺嚟緊嘅假期去廣州飲茶嘅時候，都可以運用到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啲新資訊同埋小技巧，唔好再盲目咁跟風去一啲只懂做網絡宣傳，但係用預製菜糊弄客人嘅所謂網紅店。要真正去尋找嗰啲默默堅持、真材實料嘅手工老字號，用你哋嘅消費去支持呢班真正嘅餐飲手藝人。咁樣，我哋以後無論過多少年，返到廣州，依然可以飲到一壺好茶，食到兩件最正宗、最熱辣辣、最有人情味嘅廣式點心。大家如果最近去廣州飲茶有遇到咩得意嘅新經歷，或者有邊間真心正嘅手工點心店想推薦俾大家，記得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我哋下次再一齊北上揾食。各位街坊老友記，唔知你平時去行超級市場嘅時候，有冇發覺一件好怪嘅事？明明你入去之前只係想買一支鮮奶或者一條包裝包，但係每次推住架購物車去收銀處俾錢嘅時候，你袋底同個銀包好似被施咗魔法咁，成幾百蚊甚至上千蚊就咁冇咗。而架車入面仲要裝埋一大堆你根本冇諗過要買，或者買完返到屋企先發現根本唔係嗰回事嘅嘢，你以為係自己定力唔夠，其實好可能你已經不知不覺間跌入咗超市一早幫你設計好嘅新騙局入面。今時今日啲超市為咗賺到盡，手法真係層出不窮，有好多平時我哋以為好健康、好划算或者擺到明好似好高級嘅產品，背後其實隱藏住好多你想象唔到嘅消費陷阱。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一齊拆解下，依家喺超市入面最普遍，亦都最容易令人中伏嘅5樣嘢。呢5樣嘢，大家真係千祈唔好再亂咁買。如果唔係，分分鐘浪費錢之餘，仲要對身體唔好。睇完之後，記得一定要即刻轉發，或者提醒你屋企嘅長輩同埋身邊嘅人，叫大家打醒12分精神。我哋平時行超市，一入到去，通常最吸引到眼球嘅，除咗係啲推廣特價嘅朱古力同薯片之外，依家最興嘅一定係去到冷藏櫃嗰度，見到一盒盒包裝得好靚，
標榜住健康、高鈣、純天然嘅所謂乳酸菌嘢飲，或者係風味酸奶。好多人，尤其係屋企有老人家或者有小朋友嘅，一見到活性乳酸菌呢5個大字，就會覺得買返去飲可以幫助條腸胃消化，又可以增強免疫力。而且好多時呢啲飲品仲會做特價，買一排4支或者6支先至係20幾30蚊，好似好抵飲咁。但係你只要肯花少少時間反轉個包裝睇下後面嗰個成分表，你就會發現一個好驚人嘅事實。好多呢啲標榜健康嘅乳酸菌飲品，佢成分表入面排第1位嘅竟然唔係條牛奶或者乳酸菌，而係水。第2位就係白砂糖。喺香港嘅食物標籤法例入面，成分表嘅排列係根據份量由多到少咁樣去排嘅，即係話你以為自己飲緊好有營養嘅乳酸菌，但其實你飲得最多嘅係糖水。有好多超市賣緊嘅乳酸菌飲品，每公克或者每毫升入面嘅含糖量，竟然比平時我哋飲嘅可樂仲要高。你一廂情願以為每日飲一支可以保持身體健康，點知不知不覺間每星期就吞咗幾十粒方糖落肚。特別係對於一啲去到50幾歲、60幾歲開始要控糖或者有慢性病嘅長輩嚟講，呢啲咁高糖分嘅飲品，直情係一個糖分炸彈。而且你以為裡面真係有幾百億個活性菌？好多時呢啲飲品喺運送或者喺超市上架嘅過程入面，如果冷藏嘅溫度做不夠，或者由批發倉搬去貨架嘅時候喺室溫擺得太耐，裡面的活性菌一早已經死晒咁滯。你最後用咗幾十蚊買返嚟嘅，只不過係一堆加咗香精、酸味劑同埋大量砂糖嘅化學調味水。所以下次見到呢類包裝到好似藥品咁健康嘅嘢飲，真係要諗清諗楚。想補充益生菌或者想腸胃好，不如直接食個新鮮生果，或者飲杯無糖嘅純鮮奶，仲實際同健康得多。講完飲品，我哋再行去平時好多家庭主婦最中意逗留嘅地方，就係買生肉同埋海鮮嘅冷凍肉類區。依家行超市，好多人都貪方便，唔想去街市生肉檔同人逼，又唔想同檔主講價，於是就習慣去超市買一盒盒用保鮮紙包好、好乾淨嘅絞碎豬肉，即係我哋俗稱嘅肉碎或者面字肉。呢啲面字肉一盒可能賣20零蚊、30幾蚊，買返去落少少豉油同糖，炒個肉碎蛋或者蒸個肉餅，真係幾分鐘就搞掂。但係你又有冇諗過，點解呢啲面字肉會賣得平過你直接買整條豬肉？按道理講，超市幫你切好、洗好，甚至用機器同你攪碎埋，加咗咁多人工同工序，佢應該賣得貴過原條肉先至啱。但偏偏佢哋往往做特價嘅時候會平到你唔信。其實呢個就係好多連鎖超市唔會講嘅秘密。好多時呢啲面字肉根本就唔係用咩好部位嘅肉去整嘅，佢哋好多時係用超市每日切剩嘅碎肉、肥膏或者一啲賣相唔好，甚至係就快到期嘅豬肉邊角料，全部一併掉入部絞肉機入面打碎佢。更加令人擔心嘅係，有啲無良嘅供應商或者處理工廠，為咗令到個賣相好睇，會喺入面加入大量嘅淋巴肉或者係脂肪比例極高嘅下欄嘢，再加埋色素同防腐劑，令到盒肉望落去依然係紅卜卜、好新鮮咁嘅樣。當你買返屋企落鑊炒嘅時候，你就會發現點解會出咁多油，而且浸肉味好似好淡，甚至有陣好怪嘅油盒味。因為你食落肚嘅有80%可能都係啲飽和脂肪、淋巴同埋唔知擺咗幾耐嘅剩餘物質。如果真係想食面字肉，聽我話，一係就辛苦少少去街市嘅豬肉檔揀一塊新鮮嘅瘦肉，叫師傅即場幫你放入機器度攪碎；一係就買返屋企自己用刀剁。雖然係要花少少時間同力氣，但起碼你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同屋企人食緊啲咩落肚，唔使食埋晒啲唔清不楚嘅化學添加劑。另外一樣，喺超市入面，大家成日都會被包裝誤導而買錯嘅嘢，就係海鮮冷藏櫃入面一包包好似好方便嘅所謂肥牛片或者係火鍋肉片。香港人一年四季都咁中意打邊爐，尤其係到咗冬天的日子，一到週末，超市嘅肥牛片就會俾人掃空。好多時我哋見到一盒肥牛片，花紋好似好靚，一層肥一層瘦，標籤寫住肥牛或者雪花牛肉，價錢仲要好大眾化，40幾50蚊就有一大盒，
大家就會覺得好划算，即刻執2盒落車。但係如果你細心留意下，呢啲肉片喺未溶雪嘅時候，佢哋每一片嘅形狀、大小，以至肥瘦嘅紋路，竟然可以做到一模一樣，好似用模具倒出嚟咁。如果你見到呢種情況，咁你就要好小心啦，因為呢啲好大機會係所謂嘅合成肉或者重組肉。咩叫重組肉？其實就係用一啲碎牛肉或者其他肉類嘅碎塊，利用一種叫卡拉膠或者肉類黏合劑嘅化學物質，將呢啲碎肉好似拼圖咁拼埋一齊，然後放入一部壓力機度，將佢哋壓成一大條好似圓柱體咁嘅肉磚，再放落冰櫃雪硬佢。到要出售嘅時候，就用切片機將呢條重組肉磚切成薄片。呢啲肉片因為係用化學劑黏合出嚟嘅，所以當你放佢落個滾水或者邊爐湯底入面渌兩渌嘅時候，佢就會好容易散開，變成一片片碎屑，而且食落去個口感好似好韌，或者好似食緊一口冇肉味嘅橡膠咁。最危險嘅地方在於，原條嘅新鮮牛肉入面基本上係無菌嘅，只要煎熟個表面就可以食。但係呢啲重組肉因為係用碎肉拼埋一齊，在加工嘅過程入面，碎肉同空氣接觸嘅表面面積大好多，好容易會滋生大量嘅細菌。如果超市喺保存嘅時候溫度做不夠，或者你買返屋企之後冇徹底煮到熟晒，就食落肚，就非常之容易導致食物中毒或者肚痛。所以大家以後買肥牛打邊爐嘅時候，千祈唔好只係睇價錢，一定要睇清楚肉片嘅紋路係咪自然。如果發現啲肥瘦線條太過整齊、太過人工化，就真係唔好買，費事貼錢買罪受。跟住落嚟要講嘅第4樣嘢，我相信10個香港人入面有9個都買過，而且好多人仲以為自己執到寶。嗰樣嘢就係超市蔬菜區或者水果區入面，一盒盒已經幫你切好、包裝好咗嘅水果拼盤，或者係去咗皮嘅切件生果。依家好多打工仔生活節奏好急促，放工行超市想食生果，但又懶得自己洗，懶得自己削皮。見到超市有盒切好晒嘅西瓜、蜜瓜、菠蘿或者芒果，一盒先至15、20蚊，仲要附送埋一支小膠叉，覺得買返公司或者買返屋企開蓋就食得，真係好體貼、好方便。但係你有冇諗過，點解超市咁揀罐型棍講？現棍講棍現棍講，真現棍現棍講棍講，棍棍現棍講棍講。但係你有冇地現棍講棍棍講，真現棍講棍棍講出敗，真現棍講棍棍棍講棍棍棍，真現棍棍棍講棍棍棍棍棍，真現棍棍棍棍棍棍棍，真現棍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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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棍，真現棍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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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棍，真現棍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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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棍。真年棍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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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棍。好多時呢啲切件生果，佢哋嘅前身其實係一啲已經開始爛，或者表面撞傷咗，甚至係放咗好耐都賣唔出嘅劣質生果。超市嘅員工會喺每日開鋪或者收鋪嘅時候，將呢啲原本要揼入垃圾桶嘅爛生果執出嚟，然後用把刀將爛咗、發霉或者發黑嘅部位切走。剩返落嚟，好似望落去仲算正常嘅部分，就將佢哋切成一小塊一小塊，放入膠盒度，用保鮮紙包好，再貼一個新嘅標籤去賣。你以為自己買到新鮮方便，但其實你食緊嘅係爛生果嘅餘孽。你可能會話，既然員工已經將爛嘅部分切走咗，咁剩返嘅部分應該冇問題啦。呢個諗法真係大錯特錯。因為當一個生果開始發霉或者腐爛嘅時候，雖然你肉眼睇到嘅只有一小部分變壞，但其實啲霉菌同毒素一早已經透過生果入面嘅汁液同細胞滲透到成個生果嘅每一部分。就算你切走咗肉眼睇到嘅壞肉，留低嘅部分依然含有好多你看不到嘅黃曲霉素或者簡稱霉素。呢啲毒素對人體嘅肝臟同腎臟有非常大嘅傷害，長期食分分鐘會累積成大病。而且超市員工喺切呢啲生果嘅時候，用嘅刀具同埋砧板係咪真係乾淨？有冇做到定時消毒？定係切完肉類又去切生果？呢啲我哋作為消費者根本無從得知。
所以為咗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生果呢啲嘢真係唔好貪方便買切好嘅，想食就買成個返嚟，自己洗乾淨自己切。雖然要洗多把刀，但起碼食得安心，食得健康。最後一樣要叫大家千祈唔好亂買嘅嘢，其實就係超市成日擺喺最顯眼地方，甚至係收銀處旁邊，或者係通道中間嘅所謂大包裝，買一送一或者加1蚊多一件嘅散裝休閒零食、餅乾或者即食麵。好多時我哋行到去收銀準備排隊俾錢，見到隔離個貨架寫住大字報震撼價，買2包特價30蚊，買3包平均每包只係9蚊，或者係就快過期大清貨。好多人一見到呢啲字眼，個腦就會頓時失去理智，覺得如果自己唔買，好似好蝕底咁，於是就會順手拎多2包擺落架車度。但係當你返到屋企，將呢啲零食塞入廚房個櫃入面，好多時你過咗2-3個月都未起開嚟食。到你有一日打掃廚房，返到呢幾包嘢出嚟嘅時候，你先至發現原來佢哋一早已經過咗期。呢個就係超市最經典嘅心理學營銷騙局。佢哋利用咗每個人都想貪小便宜嘅心理，將一啲原本銷售量唔好或者囤積得太多嘅存貨，透過呢種捆綁式或者特價嘅包裝，強行將佢哋推銷出去。你以為自己慳咗幾蚊，但事實上你支出咗一筆你本來根本不需要花嘅錢。更加重要嘅係，呢啲做大清貨嘅食物，往往佢哋嘅最佳食用日期都非常之短，可能得返嗰3-5-7日，甚至你買嗰日其實已經係最後一日。如果一啲老人家睇唔清包裝上面啲細到好似螞蟻咁嘅到期日子，買咗返去放埋一邊，過咗期都唔知，最後食咗落肚，分分鐘會食壞人。所以大家下次再見到呢啲所謂嘅震撼清貨特價嘅時候，一定要冷靜落嚟問下自己，如果今日呢包嘢係原價賣，自己會唔會特登去買？如果答案係唔會，咁就算佢賣得幾平幾划算，都同你無關係，因為你買咗返去用唔着或者食唔晒，就等於係直接將銀紙揼入垃圾桶一樣。其實講到尾，超級市場開門做生意，目的就只有一個，就是想盡辦法將你個銀包入面嘅每一分每一毫都賺過嚟。由我哋一入超市門口見到嘅燈光音樂，到貨架上面貨品嘅擺放位置，其實背後都有幾十個心理學家同市場專家精心設計過。例如，佢哋會將最貴、利潤最高嘅貨品啱啱好擺喺同成年人眼睛水平一樣高度嘅貨架上面，而將啲比較平、性價比高嘅嘢擺喺最底或者最高嘅位置，目的就係要你一抬頭或者一轉身就買到佢哋想你買嘅嘢。又例如，佢哋會故意將新鮮牛奶同雞蛋呢啲每個人每日都要買嘅必需品擺到超市最入最尾嘅角落，等你再行去拎牛奶嘅過程入面，要焗住行完一條又一條嘅通道，沿途就會被其他五顏六色嘅特價商品吸引，不知不覺就越買越多。呢啲手法雖然唔犯法，但對於我哋星斗市民嚟講，如果我哋唔識得去保護自己嘅荷包，好容易就會每個月無端端花多好多冤枉錢。所以各位街坊，下次我哋再行超市嘅時候，一定要記住保持清醒嘅頭腦。買嘢之前，最好喺屋企先寫定一張清單，列清楚自己今日入去到底要買啲乜嘢。入到超市之後就直奔主題，買完自己需要嘅嘢就即刻去收銀處俾錢走人。千祈唔好喺入面無端端閒逛，特別係見到我今日同大家拆解嘅呢5樣嘢。高糖分嘅乳酸菌飲品，來歷不明嘅免治碎肉，合成嘅火鍋肥牛片，用爛生果切成嘅水果拼盤，同埋擺喺收銀處旁邊誘惑你嘅大清貨零食。見到呢啲嘢嘅時候，真係要喺心入面同自己講一聲，呢個係陷阱，我千祈唔好中伏。我哋每一份人工，每一粒汗水都賺得好辛苦，尤其係今時今日嘅經濟環境，買嘢更加要學識精打細算，將錢花喺真正對自己身體有益、真正有價值嘅地方。希望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啲超市消費小常識可以幫到大家。大家睇完之後，如果覺得有道理，或者驚自己屋企人，特別係老人家行超市嘅時候，會唔小心跌入呢啲消費陷阱，記得一定要將呢個信息分享俾佢哋，提下佢哋。下次買嘢要睇成分表，要睇清楚到期日子。大家一齊做個聰明又健康嘅消費者。多謝大家。Hello 大家，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同我哋每日起居飲食息息相關，但係又好容易被忽略嘅話題。你平時去行超級市場，係咪都覺得包裝到漂漂亮亮、整整齊齊嘅蔬菜就一定好乾淨、好衛生呢？如果你真係咁諗，咁就真係太天真啦。最近我同一個喺大型連鎖超市做咗10幾年，今年啱啱好52歲嘅老友阿輝飲茶，佢同我爆咗好多內幕。阿輝喺超市由最底層做起，依家已經係管理蔬菜部嘅主管。佢話佢喺呢行做咗咁多年，有5種菜佢同佢屋企人係從來都唔會買嘅，特別係其中第3種，佢話就算免費送俾佢，佢都絕對唔會要。聽完佢講之後，我真係嚇到一身汗，即刻返屋企檢查下個雪櫃。所以今日決定一定要拍呢條片，快啲話埋俾大家知，等大家以後去超市買係嗰陣唔好再踩坑。睇完之後，記得要即刻轉發俾屋企人，特別係負責全家飲食嘅媽媽或者4大長老，真係遲一秒知都嫌遲。咁到底係邊5種菜咁污糟，連超市內部員工都避之則吉呢？我哋依家即刻入正題。首先第一種，大家平時行超市一定成日見到，特別是班返工包裝工友、年輕一族，或者好似我呢啲懶人最中意買嘅，就係嗰啲已經切好咗，用保鮮紙包得靚一靚嘅拼盤蔬菜，或者切塊南瓜、切好嘅冬瓜同埋西蘭花碎。大家見到呢啲切好嘅菜，係咪覺得好方便？買返屋企洗一洗，甚至唔洗就可以直接落鑊炒。阿輝就同我講，呢啲切好嘅蔬菜背後隱藏咗好多你睇唔到嘅秘密。你想諗下，超市開門做生意，打開門物資流動咁快，邊有咁多時間同你慢慢洗乾淨再切？好多時呢啲切好嘅菜其實係用一啲表面已經開始有少少壞、有少少爛，或者放咗好耐，賣相已經唔太好嘅蔬菜，廢物利用整出嚟嘅。員工只要將嗰啲爛咗、霉咗嘅部分切走，其餘睇落仲算完好嘅部分就切成一塊塊，然後用保鮮紙包裝好，貼個標籤，就變成咗好似好新鮮、好方便嘅切件蔬菜。但係大家要明白一個道理，蔬菜一旦開始腐爛，細菌同霉菌其實已經透過汁液同植物纖維蔓延到成棵菜或者成個瓜度。就算你切走咗肉眼見到爛咗嘅部分，剩低落嚟嘅部分其實已經充滿咗好多睇唔到嘅細菌。而且呢啲切好嘅蔬菜長時間暴露喺空氣之中，就算有保鮮紙包住，佢嘅切面同空氣接觸嘅面積大咗，細菌滋生嘅速度係會幾何級數咁上升。阿輝話佢哋員工內部一見到呢啲切件菜，都知道係之前1日甚至幾日賣唔去嘅剩菜加工而成，所以佢哋自己本身係絕對唔會買嘅。跟住落嚟要講嘅第2種，就係好多香港人好中意食，覺得爽口又健康嘅盒裝或者袋裝豆芽，即係我哋俗稱嘅芽菜。大家去買芽菜，係咪總係中意挑選嗰啲條條都白白淨淨、肥嘟嘟，望落去非常之有水分，好似完全冇瑕疵嘅芽菜呢？阿輝話呢種賣相極度完美嘅芽菜，往往最危險，因為真正自然生長嘅芽菜根部係會比較長，而且顏色會帶有一點點微黃，絕對唔會成條由頭到尾都係純白色。超市裏面有啲望落去白到發光、肥到好似食咗化肥一樣嘅芽菜，好大機會係喺種植或者加工過程當中被添加咗一啲叫做漂白劑、防腐劑或者植物生長調節劑嘅化學物質。呢啲化學物質可以令到芽菜快速生長，而且保持好幾日都唔會變黃、唔會變爛，賣相一流。但係呢啲物質如果長年累月咁食入肚，對我哋嘅肝臟同腎臟會造成好大嘅負擔。更重要嘅係，芽菜嘅生長環境本身就需要高溫同高濕度，呢個環境同時亦都係細菌最中意嘅溫床。如果超市喺運輸或者上架嘅過程當中，溫度控制得唔好，呢啲袋裝芽菜入面就會產生大量嘅大腸桿菌同沙門氏菌。阿輝話佢經常見到有啲客買咗呢啲袋裝芽菜返屋企，以為好乾淨，就咁滾一滾湯或者輕輕兜2下就食，其實咁樣好容易食到肚痛。佢話喺超市入面，呢啲望落去最白淨嘅芽菜，其實藏污納垢得最勁。佢哋自己要食芽菜，都一定係去街市借熟悉嘅檔口買嗰啲大根大微黃嘅本地芽菜，絕對唔會喺超市買呢啲加工過嘅盒裝貨。好啦，依家終於講到第3種，亦都係阿輝一再強調、千叮萬囑叫我一定要同大家講嘅一種蔬菜。
佢話呢種菜喺超市員工心目中係最無底線、最污糟嘅。就算超市做減價，甚至到咗夜晚收鋪前免費送俾你，你都千萬唔好要。呢種蔬菜就係超市入面已經幫你搞好咗，一盒盒用保鮮紙包裝好嘅肉碎蔬菜餡，或者係已經調好味嘅現成蔬菜、沙律菜。特別係嗰啲包裝好嘅現成沙律菜，大家平時行日資超市或者高級超市，係咪成日見到一包包寫住即食沙律菜，入面有齊紫甘藍、生菜絲、火箭菜等等，好多減肥人士或者上班族為咗方便，買完返去打開包裝，倒落個碗度，加隻沙律醬就直接生食。阿輝話呢啲即食沙律菜簡直就是細菌嘅天堂。首先，生菜呢類蔬菜因為結構問題有好多節奏，喺種植嘅時候非常容易藏有泥沙、寄生蟲卵同埋農藥殘留。超市要做到即食嘅標準，理論上需要用高規格嘅無菌水，經過多次清洗同消毒。但係現實當中，為咗趕產量同埋節省成本，好多加工廠或者超市後堂嘅清洗過程根本就做唔足。最恐怖嘅係，有啲員工喺處理呢啲沙律菜嘅時候，如果衛生意識不足，甚至會將切肉嘅砧板同切沙律菜嘅砧板混用，造成交叉感染。阿輝話佢曾經喺後堂親眼見過有啲掉咗喺地下嘅生菜葉，被員工隨手執返起，拍兩拍就直接掉入去部切菜機度。加上沙律菜係生食嘅，唔會經過高溫烹煮，呢啲細菌一旦進入你嘅腸胃，後果真係可以好嚴重。而另外一種蔬菜肉碎餡就更加唔使講。阿輝話好多時都係用當日賣剩嘅各種雜碎菜葉，配埋啲唔新鮮嘅豬肉碎一齊攪碎。你見到佢成嚿綠油油、紅紅地，好似好方便可以用嚟包餃子或者蒸肉餅。但其實入面混雜咗啲咩質素嘅蔬菜，你根本無從考究，因為攪碎咗之後，你完全睇唔出邊啲係爛菜葉，邊啲係新鮮菜。所以阿輝話呢種第三種蔬菜產品喺佢哋行內人眼中係最冇品質保證嘅，邊個買邊個就係交學費，免費送都唔好攞返屋企，免得食壞人。接下來第四種就係大家平時經常會買嚟做配菜，或者用嚟煮大鑊飯、炆嘢食嘅散裝西蘭花同椰菜花。呢兩種菜表面睇落去好似好實淨、好正常，但係阿輝話佢哋嘅結構決定咗佢哋係最難清洗，亦都係超市入面最容易藏匿污垢嘅蔬菜之一。大家睇下，西蘭花個頂係由成千上萬個細小嘅花蕾組合而成嘅，呢啲密密麻麻嘅花蕾之間有大量嘅空隙。喺種植嘅過程當中，為咗防止蟲害，農夫往往會噴灑大量嘅農藥。呢啲農藥好容易就會流入去花蕾嘅深處，形成殘留。而且正因為佢嘅空間咁密，散裝擺喺超市嘅時候，每日有成百上千個顧客用手去摸、去揀，邊棵大棵啲，邊棵新鮮啲。每個人手上嘅細菌、汗液，甚至有啲人啱啱咳完、打完噴嚏未洗手就去摸。呢啲細菌全部都會留喺西蘭花微細嘅花蕾空隙入面。超市嘅環境雖然有冷氣，但係人流密集的環境下，呢啲散裝西蘭花簡直就係一個細菌收集器。阿輝同我講，佢哋喺超市返工，每日收鋪嘅時候都要負責將呢啲俾人摸到爛晒、摸到巢晒嘅西蘭花重新整理。佢話有時甚至會喺西蘭花嘅花蕾深處發現死咗嘅昆蟲、泥沙，甚至有啲仲發出淡淡嘅霉味。但係只要表面睇落去仲係翠綠色，超市就會繼續擺出嚟賣。所以佢話如果要買西蘭花，一定要買嗰啲一早已經用獨立保鮮膜包裝好，減少咗人手直接接觸嘅。而且買返屋企之後，一定要用鹽水或者生粉水浸泡，起碼20分鐘。將入面嘅污垢同蟲仔逼出嚟，千祈唔好就咁沖2下水就落鑊。最後第5種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屋企常備嘅菌菇類蔬菜，特別是散裝嘅鮮冬菇、金菇同埋秀珍菇。大家去超市買散裝菇嘅時候，係咪覺得呢啲菇類滑潺潺，摸落去好似好有彈性，而且聞落去有股濃烈嘅菇香味，就覺得一定好好食？阿輝話，正正係因為菌菇類嘅特性，令到佢哋成為超市裏面另一個衛生重災區。
首先，菌菇類係生長喺潮濕、充滿有機質嘅培養基入面，佢本身就具有好強嘅吸水性同吸附性。喺超市嘅散裝貨架上，菌菇類好容易會吸收空氣中嘅水分同雜質。阿輝話，最重要嘅一點係，好多散裝菇喺送去超市之前，為咗等佢哋賣相好睇，唔好咁快變黑變乾，有些不良批發商會喺上面噴灑一啲含有保鮮劑或者重金屬殘留嘅水。當呢啲散裝菇擺喺貨架上，俾唔同嘅顧客摸完又摸，佢表面嗰層滑潺潺嘅黏液就會變成細菌最好嘅培養皿。而且菌菇類好怕受潮，一旦有水分積聚，內部好快就會開始發霉。但係從表面上，你可能只係覺得佢有少少濕，未必會留意到佢已經變質。阿輝話佢哋自己內部員工如果想食菇，一定會選擇買嗰啲有信譽牌子、原廠出產嘅真空包裝菇類，因為咁樣可以最大程度減少喺超市貨架上被污染嘅機會。佢話見到好多公公婆婆為咗慳幾蚊去執嗰啲散裝貨架底已經俾人揀到碎晒變晒色嘅散菇，佢心裏面都覺得好無奈，因為呢啲菇買返屋企，分分鐘食完會引起腸胃炎。聽完阿輝爆嘅呢5種超市最污糟嘅蔬菜內幕，大家係咪覺得以前自己買製嘅時候太過大意呢？其實超市雖然提供咗一個好舒適、好方便嘅購物環境俾我哋，但係商業社會始終係以利益為先。超市為咗降低損耗、提高利潤，往往會用盡各種方法去延長蔬菜嘅保鮮期，或者將一啲原本應該掉落垃圾桶嘅過期、糜爛蔬菜重新包裝、加工再出售。我哋作為消費者，特別是生活節奏咁快、追求高效率嘅香港人，真係唔好因為一時嘅方便，或者因為見到特價買一送一呢啲字眼，就盲目將呢啲高風險嘅蔬菜買返屋企。我哋經常講病從口入，屋企人嘅健康往往就掌握喺負責螞蟻煮飯嗰個人手上。阿輝同我講完呢啲行內秘密之後，我都深深感受到，以後去超市買後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買蔬菜嘅時候，盡量選擇原址、無經過切開加工嘅新鮮蔬菜。買返屋企之後，無論幾忙都好，都一定要用正確嘅方法徹底清洗乾淨。例如西蘭花、椰菜花呢類，就要切成小朵，之後用鹽水認真浸泡。而對於一啲葉菜類，就要喺流動嘅清水下多沖洗幾次，確保將殘留嘅農藥同泥沙徹底洗走。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啲資訊，絕對唔係想嚇到大家以後唔敢去超市買鞋，而係想提高大家嘅食安意識。畢竟身體係自己嘅，屋企人嘅健康更加係無價。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分享嘅資訊對你同你嘅屋企人有幫助，請你一定要幫忙點個讚，同埋最重要嘅係即刻將呢條片轉發，分享俾你嘅爸爸媽媽、老公老婆，或者你身邊經常要去超市買蟹嘅親戚朋友，等大家都一齊提高警惕，食得安心又健康。大家如果對買蔬菜或者超市選購食品有啲咩自己嘅心得，或者遇過咩經歷，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哋一齊交流下。多謝大家支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